欢迎小我江辉玉玲珑啊！哎呀，是哈哈。讲江辉说江辉，江辉讲会了说袂清，江辉一将三顿我跳起你乌球拿，创啥？创啥？哎，食便当。其他你来讲到江辉，会使讲哦，唱歌不给艺术人讲哦，一世人红一两条，参就有人哦，一种感觉。杨凡唱规世人啊，规世人啊！是啊，这个来讲太唱了，真正要家己要有检讨一下。来，即摆要来开始问恁一个问题吼，啊，你江辉本人，江辉本人伫在场安尼上好，我好好来考一下。来，首先来问恁第一题啊，第一题啊，昨暗开幕林甲假死，请问是江辉倒一条歌？昨暗开幕林甲假死，嘿。酒后的心声，上新的酒店，是安怎是上新的酒店？因为昨在开幕所以是上新的啦。啊，上新的，是，人家是上新呐，不是上新的，不是上新的哟。对啦，安尼我来唱一条上新酒店的新的版了，对吧？好，老师，来，破声鼓励一下，破声鼓励。林间的顶山，哎呦，看到江孙啊，三更半暝地流烂，我咧雄雄一个看，规身躯全是汗，比你情一段。迄江花伫遐花，哎呦，迄大个人来看。杨帆走第一名，大人500，囡仔算300，大家小叫拢来看，摕便当的马来看，野医疗的马来看。你来讲啊，我咧唱地歌的你啊！来，安尼我刷了个第二题，来第二题来看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又将会一首歌。2、3、4，哇，这条歌较厉害。那我这条歌，一粒红卵啊，是唔对？唔对。2、3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是将会唔像伊，因为头到尾迄个伊无念出来。哎，这个唔像伊，是唔像伊要哪唱？唔像伊，唔像伊，唔像伊，唔像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我的你是来这题，好，来。面包买几斤？面包买几斤？又将会一首歌。将会家己用歌你唱的。面包买几斤？二姐，现在二姐又姐。又一个。我不要又姐。唔对。还没讲啦，还没讲。哎，我刚刚混沌。我是混沌啊。来，张叔啊。唔对。班哥，你就问别人问我就对了。啊，面包买几斤？我唔知啊。面包买几斤？这是将会一首歌叫做《感情碰一边》。好。小蛋嘞，小蛋是个面包跟爱情哦不可兼得，所以呢，当你的面包买几斤，感情就碰一边。哇，赞！嘿 ，HT 黄昏日头碰放一个屁。黄昏日头放一个屁，又将会一首歌。哎，将会，我咧早是写到天光哦。对啊，变到天光哦。哎，这上少嘛又一题啊。二姐，又姐。来，前面讲我清楚。黄昏日头放一个屁。我来猜。你哪唱过这款歌啦？我们来猜。哎呀，落山风。哎呦！真正是因为黄昏日头落地放一个屁，风蛇抓出来，落山风啊！哎，恭喜咱上位天车宝座，噔！好来，下面这题酒醉上便爽，又将会一首歌。酒醉上便爽，真的足红的，这条歌我红的。酒后的心声啊！不是酒后心声，唔对。小便爱话。嘿。因为酒醉时就是小便就爱小话，会几个人看了去，小便池内底教道理。来，小话讲几样，小话讲几样，又歌，又将会一首歌。小话讲几样，小话讲几样，又歌，又将会一首歌。小
小伟讲几啊？200。小伟讲几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经讲又袂出来。小伟讲几啊？酒后的心声哦，因为几啊拢细细咧，喂，下。好嘞，下面这题一定要听清楚哦。到甲低，要将会一首歌。来哦，这厉害，这是要安怎有啦？这到甲低是啥？嘿，你先要就凊彩到甲低搁一首，恁这个歌凊彩来一条。到甲低，你唔知哦？唔知，输了没有？输了唔对，唔对。凡哥，一种感觉。哎，这题真正大家听清，到甲低这是假傲。哎呀，小等咧。因为在你身上摆伫个假后壁都剩到甲低，所以是假傲。你是咧讲啥啦？要规波是要到甲低变假哦？哎，手好多人说，无啦，哎，我来做无做优势，你们等下哦。来，你讲道理，出好多人抓被有。刚才讲的还蛮有。后边真正是假哦。对啊，这真歹写，你知无？我我请新兵哦，请几个准队都写出来。真经的啊。高呢？结果写出来三太子迄个脸啊嘛练的所以。哎呀我，我你个问题，圣诞红草草，圣诞红草草又讲回一首歌。圣诞红草草。嘿，你有唱一条歌跟什么花有关系无？一颗红蛋，唔对。红花未芳啊！红花未芳，圣诞红草草恭喜。红花未芳。嘿，好来，过来，搁剩2题尔。哇！半暝啊，对天大细声。啊！半暝啊，对天大细声。我知。哎，对了，靠腰。野牛，请你听我讲。野牛，请你听我讲，正确答案。那搞钱哦！来，最后一题，好，这题，好，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这题我麻烦你把答案贴出来，好将会讲一条，好不好？我要做我落啥好吗？来，最后这题，开冰箱讲个头。这个提示，要个提示不？没，这一下夹到大水。没，要个提示不？叫半工叫不来客车。要个提示不？没，叫天袂应，叫地无声。这是都一条歌，光辉的歌。正确答案，一丢领导。多谢辛苦，光辉。多谢多谢哇！